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5月1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职业背债人。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因为这两天晚上突然关于深圳的个人破产清算案件有几个案件上了热搜。你比如说这个叫深圳一对退休夫妻负债1亿2千万元，退休夫妻月入1.2万，负债1.2亿，这是怎么回事呢？说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一起破产清算申请公告，一对月收入合计1.2万元左右的退休夫妻申报超过1.2亿元的债务。记者从公告中看到，这是广州日报报道的，说63岁男子刘某和62岁女子牛某为夫妻关系，两人均申报目前退休状态，其中妻子牛某申报每月收入6528.47元，丈夫刘某每月收入6221.94元，妻子名下登记有深圳市外房产2套，就是非深圳市的，估价合计440万元，丈夫名下登记有深圳市外，也是非深圳市商铺4套，估价合计50万，4套商铺就值50万，有车辆1台，估价16000元，两人合计银行存款余额64907元，这就是他们的资产状况申报的。但是他们的负债，也就是欠外面的钱，妻子申报负债约5488034元，丈夫申报的负债约72798097元，夫妻共同负债合计12686万元。也就是这两个人，你看他的资产状况也没什么资产，但他负债1.2亿，夫妻俩。根据法院公告，牛某、刘某申请个人破产清算为2案，就是分别破产。两个案件虽然合并公告，但使用不同的案号。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8日立案审查。广州日报把一报道之后上了热搜，大家都很吃惊。我们作为韭菜就想不明白，他怎么能负债1.2亿？就谁把钱借给他了？关键他的资产都是不是深圳市的，住房2套440万，商铺4间值50万，车子16000，两个人每个月收入加到一起1.2万，是网友想破脑袋想不出来，这夫妻俩是怎么欠下这么巨额债务？贫穷限制了网友的想象。那么巧了，前不久，也就是2天前，媒体又报道说，女子月薪4700元，负债2544万元。这么神奇的事情又是发生在深圳。是上游新闻记者报道说，深圳一女子月入4700元，负债高达2544万元。法院说尚处于个人破产申请审查公告阶段。近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则个人破产清算申请公告，被网友转发到社交平台，引发热议。法院回应女子负债超2000万申请破产。网帖截图显示申请人周某，女性，37岁，每月工资收入4784元，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11592元，但其申报的债务总额高达2544万余元，远超其可承受范围。上游新闻记者以市民身份联系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对方表示，目前该案尚处于个人破产申请审查公告阶段。深圳市破产事务管理署工作人员则表示，法院在网上发出个人申请审查公告，而非申请受理公告。申请审查公告的目的是广泛征集知情人反馈，并审查申请人信息的真实性。按照蟑螂定律，当我们发现1只蟑螂的时候，那蟑螂已经是占领了你家的这个厨房，满地爬。最近怎么这么多个人破产清算的
案子，我的印象中，深圳好像是在搞这个个人破产清算试点。我在很久以前节目就说过了，我是坚决反对个人破产清算的。虽然美西方这个制度早就实行了，特朗普不就是个人破产是4次还是几次啊？但是我是坚决反对。这个时候，咱们引进这种个人破产制度，理由很简单：生于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你盲目照搬照抄美西方的制度，只会搞出一个四不像出来。任何制度啊，都是在给那些别有用心的人、那些权贵、那些有门路的人、那些能量大的人，无非是给他们又开一个方便之门。任何事情，它初衷都是好的。你要把他推广个人破产制度的时候，他说出来天花乱坠，就好比五一节前协和医学院4+4这种制度，你说4+4这制度好不好？实际上是挺好的，就拓宽了医学院的学生的范围，让这个各种特长的社会各界这种各个学科的优秀的人才都能汇集到医学方面。这你看，它出发点肯定是好的。但问题是什么？你什么东西搞到咱们这儿来，缺乏监督，我们有没有敬畏之心？我们每个人都是削尖脑袋去想着擦底线、找漏洞，最后这个4+4搞成什么？搞成权贵，搞成这些婆罗门去侵占本来就资源匮乏的这个小镇做题家的这个地盘。本来医生这玩意儿是挺苦的，读5年，再读3年，再读3年。没有一定毅力的人，谁能读得下去？读下来之后，人的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完了之后，不一定能到一个好的医院去。顶流3甲医院，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但是你看人家弯道超车，所以我是特别反对个人破产制度。也就是说应该不要急着推广。首先一个，这2个案例，这明显不正常啊！这样的人，他怎么可能负债1.2亿呢？他干什么能负债1.2亿？就我们想象一下，如果一个正常的人，你根本就没办法从银行贷到这么多钱。我了解这个个人破产制度它的试点实际上它想解决什么？解决一个社会的难题，也就是经济下行中有很多人是叫诚实而守信，导致自己深陷债务泥潭不能自拔，他没有办法过上正常生活，相关的债权人也没有办法正常，那只能借助法律司法手段，是吧？对权益重新调整，这样大家都轻装上阵。他这个我说了，任何事情初衷都是好的，对那些诚实而守信的、诚实而不信的这些债务人，给他一个出路。我说的是个人，但是因为我们缺乏配套机制，我们人人都缺乏信仰，我们没有敬畏之心呢。你缺乏配套机制，那人家就利用你这个钻空子所以大家就高度怀疑这些都是叫职业背债人。这是一个局，前面这个债不管是怎么形成的，最后由这个人来背，这个人背完之后，最后来一个破产清算，结束，解放了，所有的债权灰飞烟灭。如果这些债权是个人的，那还好说一点，是你个人受损失，是你自己没有风险意识，你把这钱怎么样借给了这些公司或者这些人，你的应收账款没有收回来等等，这是个人承担的风险。但是就怕这些债那是大头的，你比如银行还不是大头的吗？你比如说什么国企的大头的钱七绕八绕的绕到这些公司身上，钱已经转移走了，最后留下一地鸡毛让这个背债人背着，最后时机成熟破产清算，借用法律的手，借法院把自己还洗白了。破产清算就一风吹，法院裁定一下来你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是有人在推动这个事情，是在给自己准备谋福利，准备给自己大开方便之门。诚实而不信，哪有那么多诚实而不信的？如果真的是诚实而不信，那这个需要法院相关部门要认真去核实调查。深圳市中院不能贴个公告，贴个1个月就完了，征集线索，如果没人去反映，他就破产清算了。这个法院应该自己去调查，也就是这些人的债务是怎么形成的，这个难道不蹊跷吗？如果这个要推行下去，大家想象一下，现在正好银行消费各个平台贷款也很容易，那对于很多韭菜来说，那绝对是个生财之道。你把你名下所有的资产全部转移过户给你亲属，你就
净身出户，孤家寡人一个人，你这个时候开始养自己的征信，所有的贷款平台都去撸一遍，所有的信用卡都去贷一遍，所有给你打电话的小额贷、消费贷现在50万、70万，利息又不高，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套利操作让你的征信越来越高。你每家银行都去贷款，等到贷的差不多了，突然还不起了，把钱一卷运到国外去，你在国内破产，申请破产，我还不起了。这个操作如果操作的好，一个银行撸个20万、30万的，你几百万是能撸到手的。刚才1.2亿，这2000多万你不好弄，但是弄个几百万是可以的。什么各个互联网借款平台借你任何平台，你只要借半年，你这半年里面你真还它，因为现在利息不高，你的征信一下就上去了。你前面可能能借2万或者5万，你就借半年，这半年里面的按时还款，你的征信蹭蹭往上涨。好，等你这一笔做完了，你再跟着银行借款的时候就能借30万、50万的，也就是你养个半年，你能从银行套更多的钱。你想一想，这是多大的一个漏洞！我这个说的还是你直接跟银行、跟那些互联网小额贷公司、借款平台去，你直接去薅，这是个人作战，还有团伙作战、规模作战、职业化作战的，也就是你替别的公司去背贷款，叫职业背债人。关于职业背债人，我记得这个媒体报道非常多。最近央视新闻还报道了一个案例，保安收400元就被包装成企业高管，央视接职业闭店人产业链。今年5月，北京一家艺术培训机构通过职业化的闭店操作跑路，2000多名家长预交的课时费瞬间打了水漂。闭店前的25天，这家机构的公司法定代表人、股东等负责人全部更换到背债人贾某和张某身上。在这次身份变更前，张某一直在山西从事保安工作，经人介绍，以400元的报酬，稀里糊涂被包装成所谓高管，成为千里之外北京这家机构闭店逃债的重要一环。在职业闭店人的运作之下，不到1年，张某就充当了12个省市30多家企业的背债人。目前，张某所有支付工具和银行卡都被法院冻结，也无法自由选择，再也回不到以前的生活。大家看视频。今年5月6号，一些家长带着孩子来到北京艺术伞连锁培训机构参加艺术培训时，意外发现这家在北京开了12年的连锁培训机构大门紧闭，门口张贴的通知上声称，由于机构经营状况的变化，所在的校区5月6号起停止运营。孩子从2岁多，然后不到3岁就在他家学，他现在8岁了嘛，相当于学了差不多6年了。据记者了解，北京艺术伞连锁培训机构的注册名称是北京小番茄教育咨询公司，成立于2012年，主要为2到14岁少儿提供美术、书法、陶艺培训课程。规模最大时在北京开设过9家门店。5一前夕，艺术伞连锁培训机构的各个门店都贴出了放假公告，给出的理由各有不同。像清河校区告知家长的理由是因为人员调整造成停课，预计将于5月6号开课。而在肖家河校区的微信通知里面，4月26号声称由于校区电线线路出现故障，需要维修造成停课。到了4月28号则声称接到高层领导通知，5月6号复工上班。到了5月6号，家长们没有等来如期开课，所在的校区都全部宣告5月6号起停止运营，并通知消费者，在公司已经缴纳的费用及未完成的学习课程，可转入北院。这个是央视报道，所以为什么我是不支持这种对个人进行破产清算？至少现在还早了一点，操之过急。现在经济下行，暴雷的个人是越来越多，这里面有不幸的，有诚实的，他纯粹是因为是经济下行，他也非常努力，但是他的应收账款回不来，导致他破产，他欠的债还不上，有这样的，这个叫诚实而不幸的。但是毕竟有很多是老赖，有钱不给的。以我的观察，这恐怕占大多数。很多老赖他是有钱的不给，他把财产转移了，他欠的钱你就是告了他没有用，法院管不了他，
法院什么强制执行。你看看，我们就以这个许老板为例，许老板已经这样了，他还在海外还有财产，他就是不报，你能怎么样？虽然海外的美元债权人全球在追，但人家不报，你追不也挺麻烦的吗？你得找线索啊。这个秃子头上虱子明摆着，他财产转移了。有很多人说，那你说我们现在对老赖打击很大呀，老赖不能坐飞机，不能坐高铁等等，不能住5星级酒店，实行被执行人吗？实际上这个都没有用，这个对老赖来说啊，那简直就是开玩笑。我认识老赖，他坐飞机一点问题都没有。为什么？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行不行了，因为你拿身份证买票不行，他民航系统，如果你是被老赖不能买票，他出不了票，但是他拿护照买就没问题。你说这么明显的漏洞，法院也不给他堵上。还有住5星级酒店，那别人开个房间他住不就完了吗？他也不登记，别人登记，什么不能买车，不能，人家都买在别人名下。所以说目前我们这个法院的执法系统对老赖是一筹莫展，一点脾气都没有。本来对老赖的打击手段就有限，现在还给他来一个一次洗白，干脆给他来个破产清算，那他成功上岸。我觉得这个比那个什么青岛那个老太太回头撞了人，比老太太跟那个年轻小伙起纷争，小伙赔钱，比扶这个老头行人摔倒了你去扶，染上麻烦，比这个还要恶劣的多得多。因为你要这个制度，你要不深思熟虑，它就成为一个合理合法的一个掏空国有资产的、掏空大头的一个工具和渠道。那你老实人、遵纪守法的、老老实实循规蹈矩的，你就吃亏。不法奸商他去搞一块矿，那个矿啊，他2000万买的，采矿证齐全，手续齐全，他给评估机构送点钱，把那矿评到10个亿，评不到10个亿，评1个亿是可以的。你只要把一些参数改一改，好，你评估了1个亿，你到银行抵押，给银行再送点钱，给相关人等的，他给你贷5000万或者4000万。你看你2000万收来的，你一下贷款就拿到4000万、5000万，好，这矿不要了，对不起，给银行了，我破产了，合理合法破产。第2年、第3年我就宣布破产，我还不起钱了，矿给你银行，我这净赚3000万，不挺好的吗？要什么自行车啊？那银行的钱是谁的？银行可损失了5000万，或者是损失4000万呢。以往你这个企业破产是可以的，破产清算，但你这个老板、法定代表人，因为我们没有个人破产制度，所以你得负责一辈子。你企业没了，但是你欠的钱还得还。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以前说了，咱们有很多人对中国的公司根本就不懂。我们的金融机构还有那个企业，你给这个别的企业贷款，它是需要老板、实际控制人签无限连带责任的。也就是到时候你公司出了事，你可别把公司破产了就完了。你公司可以破产，但是你个人破不了产。你这公司从银行贷款1个亿，公司破产了清算，你给银行只能还1000万，还有9000万还不了，不要紧的，这9000万你背着的，你老板你是跑不了的，对吧？你得有什么资产拿来还，9000万还完为止。你那个公司虽然清算掉了、注销掉了，但是你个人的债，你无限连带责任，所以一直要还到你死为止。你名下所有的财产都能拿来还这个债，所以你看到了老板个人这一级，你还是跑不了。这就是为什么金融机构非得让这个实际控制人你得签无限连带责任，包括你老婆也来签，甚至你的孩子都得来签。这一回你看搞个人破产制度，那就相当于把公理最后一个堵点给他打通了。我这个老板我也能破产清算了，我不就洗白上岸了吗？你要这么干，到时候许老板从监狱蹬完缝纫机出来，马上就申请破产，他身上所有的债都没了。完了之后，他藏在国外的财产那是踏踏实实的销售，享受。在中国搞个人破产制度，现在有点操之过急，结局就跟协和医学院的4+4一样，又给权贵，又给这些有门路的，又给这些婆罗门拓宽了他们的生财之道。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